警方嘅調查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負責。喺徵詢律政司嘅法律意見之後，係今日警方正式落案起訴，共同起訴3名本地男子同2間本地公司，呢5名被告被共同被控5項誤殺罪。第一被告人何建業係涉案總承建商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嘅時任董事兼技術董事同埋主要負責人。第二被告人吳躍係涉案工程顧問公司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嘅時任董事同埋工程嘅註冊檢驗人員。第三被告人黃合賢就係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嘅董事。而第4同第5被告就係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同埋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以上5名被告涉嫌喺冇履行監管整體修葺工程嘅謹慎責任，未能確保所用嘅物料同埋工程嘅程序符合安全標準或者相關嘅法例要求，以致火警發生之後火勢送出蔓延，造成大量嘅傷亡。同時呢5名被告亦都被廉署就宏福苑嘅工程起訴其他罪行。有關案件頭先已經喺今日下午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案件已經押後至今年9月2日再提訊。上述3名嘅男被告期間不獲法庭保釋，需還押懲教署看管。